提名不可少嘅，又走嚟參與呢一個元旦大遊行，呢個又係講唔通嘅。第二點，民主黨賣香港，重施故技，幾年前賣過一次，今次又想賣一次，加埋佔領中環一齊賣香港，又係講唔通。呢個係第三點，所以我哋人民力量係支持公民提名。公民提名，公民提名，公民提名，全部不讓，全部不讓，公民提名，公民提名，全部不讓，全部不讓。其實好簡單嘅，各位市民，你只要問下嗰啲政黨，你一陣間去到終點，你問下劉慧卿，你問下民主黨，你問下張文光，你問下張文光，呢條契弟佢點樣做教師啊？點樣為人師表啊？你老味，呢個老師。佢唔支持公民提名，佢支持湯家驊方案。佢唔係唔支持，佢話佢可以支持，但係又可以唔支持，完全冇意志、完全冇誠信嘅一個老師，點樣教育下一代？點樣厚顏無恥參與今日嘅大遊行？你一陣間去到終點問下佢，好簡單，公民提名不可少。你係咪支持呢一樣嘢？係啦，你見到劉慧卿話啦，你不可少，一定要講，係啦，跟住我講7個字。公民提名不可少，睇佢敢唔敢講？冇錯，呢個就係照妖嘅。從今日開始，人民力量話俾你聽，公民提名不可少，就係照妖嘅。如果你聽到有政黨、有政治人物隔離嗰度和平佔中，如果你同佢講，喂，係咪公民提名不可少先？如果佢疑依我，你就少佢，你就要少佢啦，係咪？係，係咪？係，係咪？係。所以記住呢7個字就係照妖鏡啊！各位香港市民，我哋一齊嗌一次呢7個字好冇？公民提名不可少，公民提名不可少，公民提名不可少，公民提名不可少。呢個係第一塊照妖鏡，第二塊照妖鏡，我再講係辭職公投。何俊仁今年年頭，等先，企後邊嘅市民褪入兩步，俾其他遊行士繼續前進。當然一樣係繼續歡迎所有遊行士加入我哋嘅行列。好，快啲繼續。第二塊照妖鏡係乜嘢咧？馬師就係辭職公投同電子公投嘅比較啦。係嗱，我唔反對你今日搞電子公投，但係搞電子公投嘅人點解會唱淡辭職公投嘅咧？我真係覺得佔領中環嗰班人，大家要夾實佢，夾得好實先至得。大家知道我由低溫都係支持戴耀廷教授㗎，我愛戴耀廷。今晚嗰個中環導賞團唔係我哋人民力量組織嘅，但係都係受到個佔領中環嘅睇法嘅，所以今晚我哋受到佢哋感召，啲網民係自發組織嗰個中環導賞團嘅。講翻第二塊照妖嘅辭職公投 ，TVB 嗱，隔離有 HKTV 嘅同事喺度 ，TVB。搞我最喜愛男歌手視帝，嗰啲就電子公投，啱唔啱啊？勁歌金曲，嗰啲係電子公投，香港小姐就電子公投，啱唔啱啊？一個咁嚴肅嘅政改方案，點能夠同 TVB 勁歌金曲、香港小姐嗰啲一 Q 樣，我嚟辭職公投啊？啱唔啱啊？所以呢啲咁兒戲嘅和平佔中，都係玩下嘅啫。我哋第二塊照妖鏡就係你問嗰啲人辭職公投，你贊唔贊成？如果佢話贊成，佢就係人；如果佢話唔贊成，咦我，佢就係冇西，路冇西，冇錯啦，係咪啊？係。有份報紙話辭職公投麻煩多。電子公投笑呵，電子公投係一件兒戲嘅事。其實香港有超過60%大部分嘅市民都贊成公民提名嘅，係咪？係。既然係咁，仲電乜嘢子公乜嘢投，啱唔啱啊？只需要將一件事簡化到一樣嘢，就係
為咗公民提名去佔領中環。如果到時出嚟嗰個方案係冇公民提名嘅，就立即佔領中環，啱唔啱？好，呢個就係最簡單嘅。但係和平佔中話，只要符合國際標準就可以收貨喎。你哋係謊話嚟嘅。呢個公民提名或者電子公投，只供參考。所以逢親呢啲説話，你問都要提係手指公定腳趾公？呢啲説話係謊話嚟嘅。我同朱耀明牧師講，頭先我見到朱耀明牧師，朱耀明係搞咩起家？你知唔知？六四嘅時候死咗千萬嘅死難者喺天安門廣場，係咪？係。如果嗰啲死難者嗰啲學生，佢哋好似朱耀明咁樣妥協，唔使公民提名都得嘅。我哋妥協啦，嗰啲學生可以翻屋企，可以翻去讀書，可以做好學生，唔需要死喺天安門廣場。我同朱耀明講，你身為牧師，你講謊話試探人民係錯嘅，朱耀明。你身為牧師，你搞六四，你支持嗰啲六四死難者愛回家運動，但係如果你今次搞和平佔中係想人民妥協嘅，你就係對唔住六四嘅死難者，啱唔啱啊？你就係對唔住你自己曾經過去努力為呢件事付上你啲白頭髮咁樣，啱唔啱？所以我見到朱耀明牧師，我就咁同佢講，戴耀廷教授，戴耀廷話自己係基督徒，佢Day One成立和平佔中喺邊度開記者招待會？你哋記唔記得？教堂、聖堂，喺聖堂開記者招待會，佢哋話和平佔中好似一個宗教嘅運動咁樣。我要問你哋，呢三個福祿壽，佔中福祿壽，佔中福祿壽，我要問你三個。第一日，你話和平佔中係一個宗教運動，要有感召，要有誠信，要感動人。我想問下你哋，當日喺教堂嗰十字架下低開記者招待會，今日你哋三個點樣面對當日嘅承諾？李柱銘佢話一定要佔中，如果唔係我死唔眼閉。你記得你睇翻個報導，我好嬲噶。朱耀明話佢條腸穿窿啊，但係佢都未死，因為天主要留佢條命搞和平佔中。我要問佢哋，如果你不斷後退，不斷後退，諗住傾掂咗個方案，好女兩頭門，門中央，門香港，傾到個中間位，中間落墨，咁就 OK 笑呵呵。咁因為冇誠信嘅表現，人民力量係會對呢啲政棍、呢啲政黨係出現痛擊，係咪？所以以前我哋就叫做票債票償，但係今次唔係票債票償啦，今次係亡黨運動，係咪？係。所以民主黨而家係首先一個跑出㗎啦，民主黨呼聲極高，係第一位，第二位有咩政黨啊？公共專業聯盟，第二個政黨政團，呢啲出賣香港人。湯家驊講咩啊？湯家驊話成個公民黨係會支持佢嗰個方案，冇公民提名㗎，公民黨冇人出嚟。但係梁家傑話現階段堅持公民提名，現階段堅持公民提名。而呢啲就係政客。點解香港搞政治嗰啲人俾人叫佢做政客、政棍？我好嬲！點解我哋冇哈維嘢？點解香港冇哈維嘢？點解香港冇曼特拉？點解香港個個都係政棍？點解香港個個都係撈政治？仆街冚家產！因為呢啲人個個都係話現階段支持公民提名，隨時可以放棄。咁樣咪俾人嗌你政棍咯！嗱，所以而家咧遊行去到咧嚟啦，我哋提醒大家呢兩塊照妖鏡，2014年大家袋住，
主席，大家喺前面，同埋主席領住支旗同埋隻朗普西，大家可以繼續跟住個團隊入埋呢個團隊，拎住旗幟開始行。今晚中環到手團人民自發嗰個，我都會喺入邊參加，唔係我組織嘅，OK，好多誰錄緊我影嘅，OK。頭先話8點半啦，但係你大家要留意喎。